虎尾寮污水处理厂本来就有一个旧厂，它的处理水量大概是12000吨左右。那目前来讲呢，随着我们台南市东区那一边跟永康路那一边的一些污水慢慢收集进来，水量有点不够处理，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扩建污水厂成为必须的事情。最主要是因为为了改善整个三连溪的水质啦啊。那我们知道整个三连溪整治完以后，第一个它已经在沿线都不会淹水啊，但是水质的部分我们要一并改善了啊。所以我们就特地跟环境部来争取经费，来改善整个三连溪的水质。94年的时候，当时呢就是台南市、台南县跟高雄县一起呢签署了一个二人溪整治的愿景。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当时的环保署、现在的环境部，其实我们投入了很多资源来做这个整治。前几年呢，甚至呢在二人溪的出海口都可以捕到呢鳗苗。这一次呢，二人溪的支流呢，就是三爷公溪这边的这个改善包括虎尾寮扩增它的处理的量能，以及呢把上游的污水截流到虎尾寮来处理。那这个呢，对这整个地区的水质的改善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三爷公溪呢，也可以从严重污染脱离。整个污水的一个处理，从这一边把水抽起来。它本来在地下水那个下水道管道系统里面，把它扬升到地面上来。接下来经过了这个地方来讲是除臭系统，3是沉淀池，把一些污水里面的一个比较颗粒状的一个东西沉降下来之后，比较澄清的水进入到第4，溶解在水里面的有机物质，我们利用生物处理的一个方式，利用厌氧跟耗氧曝气的一个方式，我们的一个水质呢，能够把它降到我们符合放流水标准。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请启动三爷溪上游排水截流暨虎尾寮水资源回收中心正式启用。我们跟环境部合作，尤其环境部非常帮忙，对于我们东区的三爷溪上游的截流，还有这个水资源回收中心，能够挹注大笔经费，让我们可以把三爷溪的上游开始，一方面能够截流，一方面能够让水质更净化，那可以让台南市的河川，这改善水质改善更进一大步。大家知道三爷溪的上游很多的部分都是这个家庭废水、民生废水所造成的，但我们一方面是努力希望能够接管。那接管的部分当然牵涉到由政府机关开始，跟民间机关一起来同步并行。另外一方面经过接管之后，这个进入下水道的这些污水就能够经过净化从过去1.2万吨变成2.7万吨，那能够排放这个1万吨的干净的水，那这样子对于三爷溪的水质净化有很大的帮助。大家好，我是杨素怀，欢迎收看9月18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现代人习惯吃外口，虽然方便，也过可能会大口，也是增加罹患代谢症候群的风险。市府18号举办记者会，市长黄伟綽宣誓，并且呼吁全体市民斗阵正视自我饮食习惯，守好家己健康。外食已经成为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一部分，而外食所带来方便性，却会造成民众忽略饮食均衡，不仅对健康造成影响，更可能罹患代谢症候群风险，常常是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这个健康饮食，第一个不仅是卡路里会控制，第二个防止一些代谢症候群的延缓它的发生，第三个当然是它的健康安全。所以先吃出健康，先吃出安全，再来谈到这个是不是对于代谢症候群会影响。那第三个就会有更好的一个饮食环境。就是所谓更好的饮食环境，不是就大家不要每次都吃素食，吃一大堆的所谓的垃圾食物。因此我们提倡这样子，透过有奖征答的方式，希望大家可以借着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大家好好把自己的
外食规划一下，并不是外食并不见然全部是不健康，但如何吃出健康，就要接受专家的咨询。面对这隐形的健康威胁，上有效方法就是确保每一顿餐饮健康的搭配，市府营造健康饮食环境，邀请餐饮业者加入健康餐饮店家行列，望提供大家更加多元而且符合健康外食餐点选择。我们的民众呢，日常生活现在外食非常的多。今天在我们记者会的现场，教导大家怎么样去搭配一个均衡的健康饮食哈。那所以大家可以在今天的现场看到，从早餐、午餐、晚餐，那每一个分量的水果，那我们都是有多少的这个量，在现场我们都可以看得到。那每一份的这个坚果油脂哈，所谓的一份是到底有多少的量？一般我们在这个平时的健康呢，大家在吃的时候呢，可能是会注意到蛋白质哈，要有这个蛋白质，要有这个我们的油脂哈，以及我们的糖类。但是通常对于这个份数的概念，并不是很清楚，所以希望透过今天的记者会，也透过我们今天的这个短片的宣导，让我们的民众了解所谓的均衡饮食，每一份的分量到底是有多少。为提升市民对着健康饮食认识甲实践，市府卫生局特别规划有奖竞答，以及搭配健康餐点翕相上传活动网站，就会当得到抽奖资格。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台南市员蔡小薇结合台南市中小家长协会、体育局甲国际赛事会定单位，将要举办3对3篮球比赛。一方面推动学生对着篮球的喜爱，另外嘛投入反毒宣导。由议员蔡小薇发起台南市中小学3对3的篮球赛，今年将伫国立新华高工的防务球场来举行。结合台南市中小学家长协会、市府体育局、甲国际赛事会300医院区等单位共同来举办。一方面推广篮球的运动，另外嘛加入反毒的宣导。中小学要来举办这个3对3的篮球比赛。那针对篮球的推广赛以外呢，我想最主要的重点呢，我们也是希望要来推动反毒的这个效益的哈。这类活动呢，其实我们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去年我们也在这个学校里面来主办。人家说运动的孩子是不会变坏的，可是我们的新兴毒品真的是越来越多，所以孩子们有时候都会被吸引到。所以借由我们今天我们的篮球比赛哈，我们也可以现场拜托，我们也有警察局等等的相关单位一起来推广，一起来宣导我们的反毒。我们去年已经办了第1届，那今年我们来办第2届呢？2024的这第2届呢，是希望我们持续能够来为孩子、为学生来推动这个反毒的活动。那也是借由3对3篮球呢，就像我们的小议员时代提倡的运动，我们篮球运动，我们现在职篮现在也开始了。那也希望透过我们3对3这个活动来唤起学生对篮球的兴趣，甚至能够让他们接触更多，让在篮球更精进。国际狮子会长期以来有2个委员会，就是我们反毒委员会以及那个狮子探索委员会，长时间都非常的关心青少年健康的成长。那么在这一次哈，我们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哈，能够来参与这次的10月19号即将登场的议长杯的3对3篮球大赛。比赛分国高中、男子组、甲女子组以及国小组。活动对9月初开放报名，无甲1个月时间就报名额满，将伫10月19伫新华高工防务球场来举行比赛。欢迎介意篮球的民众会用到现场，为小朋友来加油打气。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113年台南市好人好事代表，总共选出21位得奖者，因拢是长期伫社会热心公益，付出帮助别人。每一位得奖者的身形拢值得大家学习。协会将要伫9月2日伫东东宴会市场进行表扬。113年台南市好人好事代表，经过初审甲复审2阶段的评选，历前总共选出21位的获奖者，因拢是分别由市府甲各社团协会所来推荐，涵盖着各行各业。
经过劳动界、学术、公益、商业甲社会福利等各界所组成的委员评审所选出18号项目公开来亮相，将伫9月21上午举行颁奖表扬。113年度台南市好人好事代表，在各位评审非常公平公正的审核之下，产生了21位好人好事代表。这也代表着我们台南地区呢，处处都充满着爱心的升华。那今年21位代表，可以说在各行各业都默默的行善，做了很多的一个善事。那我们从60、70位的参选者当中，选出了今年21位，来做一个最棒的一个表扬。那好人好事运动协会呢，最大的一个目标就是希望我们善良的行为的这一份力量，能够继续的往前迈进。那今年113年度的这21位好人好事的代表，我想就也会成为一个我们台南市行善最好的一个前进的原动力。我们大家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参与好人好事的一个发扬。台南市自民国92年办理表扬好人好事的活动，到今年113年，总共有230位得到台南市好人好事的代表，而且每年推荐参加全国好人好事8得奖的选拔，成绩嘛拢真好。伫今年21位台南市好人好事代表，嘛有19位被推荐参加全国的8得奖的选拔。协会嘛希望有好的成绩。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中秋节这天是台湾富新丰庙反射将军的圣诞，除了举办跋杯求古水的造型翁仔，嘛头摆同在地北京新丰庙结合，设计地图，让民众去收集囡仔林捌府城的文化资产。旧历8月19，除了是中秋节，嘛是台湾富新丰庙内七爷八爷反射将军的圣诞。一透早就有侪信众来参拜，还佫有一个真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行到台南北京新丰庙去收集囡仔林捌信仰文化资产。差不多4点钟嘛，安尼一直走总，因为迄有诶伫咧巷仔内，阮无看过。深深了解台南400规个新丰爷系统。有咱足深的连接。以台湾富新丰庙来讲，是全台第一间官方的新丰庙。台湾的新丰爷信仰为明朝开始分做国家和民间系统，就参像是现代行政组织，有中央和地方，庙内通常会有七爷八爷和24司。国家级的有一个国家级的城隍，啊府有一个府的城隍。啊，官有官的城隍，啊民间的系统就是民间的人士按原乡啦，吼请来的，也是讲有人托梦，也是讲迄个过去有因公安尼演变出来的系统。七爷八爷吼，伊是伫咱城隍爷的左右护法吼，等于的左右手吼，啊伊就是咧帮伊试拿啦，是巡查即个人的善恶吼，啊做好做歹。啊！你咧按做监督。庙方伫明年将要举办七爷八爷嘉年华会，特别先推出一款古锥的翁仔，限量25组，予民众来跋杯，吸引袂少人来饲手气，用无同的方式，予更较侪人知影新丰爷信仰。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台南大埔福地司伫中秋节这天搬出35领新棉衫，头摆举办办新棉衫活动，吸引袂少民众来饲手气，想要早回去厝内祈求平安。新棉桌桌顶彩毋是贡品，是满满的新棉衫。中秋节这天，台南知名财神庙大埔福地司
整理出35领土地公穿过的衫，互信众跋杯求转去保平安。祈求那个正财啦、正宅啦，或是那个祈求家人的身体健康。因为我是在做电话行销，我就希望说可以每天业绩都很好，然后就是可以领比较多的奖金。其实这的新名衫拢是信徒的心意，一领拢无少，手工刺绣2边还佫有零，上贵的爱5万块。每当过年也是出巡要紧，拢会互福德进行清。一冬落来，新名衫的衫图已经满出来。伫礼数方面，嘛袂阁摕互其他新名称，因此摕出来做假言。买一领生理有偏好，偏好看来甲油签啊，看倒一个你就摕倒一领，放存放枪会使。新名衫走转去厝内，不止求财，嘛会当求平安，会当放菜伫新名岛，嘛会当放伫咧车顶。目前庙方暂时无接受新名衫的捐赠，会当换其他方式来感谢神明。台湾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即马台湾农民职业灾害保险也阁加了一项职业伤病支付，互农民伫工课当中，若是发生意外也是疾病的时阵，拢会当得到医疗的支持甲经济补偿。台南市一名46岁林先生，因为饲猪养殖的工作，长期落来造成手指头的麻合并痛痛。经过医师的诊断，是2边重度的腕隧道症候群，后来接受手术治疗，才来改善。因为林先生本身投保农保甲农业职业灾害的保险，后来经过基美病院职业医学科的诊断甲访视，成功申请到伤病给付。这个个案啊，他是因为在养猪场工作，那他的工作内容就是照顾猪只。那照顾猪只的过程当中，就会有很多的需要手部出力的动作，包含就是调制饲料，那拿饲料去分送到猪只他们的饲料盆里面，然后还有一些清洗猪圈，需要用铲子铲猪粪，或者是使用高压的水柱去冲洗猪圈。那这些动作呢，对手部的负担其实都很大。那再加上因为它的动作的重复性很高，频率很高，那这样子累积起来呢，后来它造成一个有腕隧道的症候群，双侧的2只手都有。那后来有接受手术，那并且手术后症状改善了很多。那接着他就是想要来申请这个我们农保的伤病给付。那有来到我们的职业医学科，那我们就有去到他的工作现场来访视，那并且帮他写了职业病的评估报告书。后来就有成功申请到这个农保的职业病的伤病给付。医师表示，农保甲劳保同款，要申请职业伤害的给付，需要厘清所遭受的伤害到底是职业的伤害，或者是职业病。职业伤害指的是工作当中，那受到一些意外，那造成立即性的受伤。那如果是职业病的话，常常是因为一些危害的累积，长时间，然后后来造成的疾病。那职业伤害通常是在当下透过调查事件的发生，就可以厘清它的因果关系。那如果是职业病的话呢，就需要比较详细的调查他的工作内容，那看他的工作当中是有哪些的危害的暴露，那才能进一步的确认他的因果关系这样子。农民职业灾害保险自民国107年开办，到今年6月底，已经超过34万人来加保，累计给付的案件超过2万件，金额4.3亿。有了这项的保险，不但会用让农民安心来工作，另外嘛会用减轻因伫疾病甲意外时的负担。台南新闻员跟采访报道。家族3代将士兵种也未当管风，看到社会上有济弱势家庭，后事拢无法度办理，伊拢会马上提供协助。15冬以来，已经帮助过上千例弱势案件。65年次的陈冠宏，外形带着兄弟气魄，但其实他的心地特别柔软。在工作之余，时常与多个慈善团体联合做公益，亲力亲为，出钱出力，前往受助个案家中探访慰问。你好，我过来啊！你有好无啊？我们会集资及物资及金额，会去办活动，在台南市的每一区都会去办。
然后每区会区办的话，我们会发放物资，然后发放物资之后的话，才会了解说当地还有什么个案需要我们去做更深入的话探讨，说他们还有什么需要帮忙。所以的话，我们都会有志工的话，我们每个办慈善会的时候，他们都会有留资料，然后由志工去翻查说他们目前的状况下，他们家里面到底捐了那么多的米，有没有电锅可以煮饭，有没有瓦斯炉？对，我们会比较偏向去说是用访查式的话，去看他们的被迫的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别看现在的工作是拈花惹草，其实陈冠宏过去曾是个舞刀弄枪的江湖儿女，只因15年前父亲中风以及女儿出生，人生中接连的改变，让身为独子的陈冠宏有了体悟，最终决定挥别江湖，返家接家业。10几岁就出来去做兄弟对头家，然后的话变成讲看做这个人生百态，抽签你受担，爱去用担，爱去归情的。然后的话，包括的话，人支援的、发支援的话，嘛是感觉讲兄弟这2字最重要。爸爸忽然中风，恰的话蛮没有生的，我才觉得说，一个囡仔的话生来抱伫咱的手，伊的重量的话有够重。迄个重量的重，毋是感觉讲即个囡仔3000几克的重，是即个重量我会照顾你一世人。哎啊，所以我感觉讲我无想要互爸父感觉讲。今日恁的老爸是无咧食头路的，你的老爸话是咧做八大，你的老爸话逐工拢啉啊天光的，对啊。厝里我嘛顾囝，需要的话也有人在顾老爸老母。所以选择性上的话，我嘛感觉讲无的话，咱回来夫妇的电台，为什么拢无开始？不止送鱼，也要给人钓竿。陈冠宏在探访弱势家庭时，发现其实不是他们不愿找工作，而是因为身体健康的限制，让他们找不到工作。陈冠宏也开始计划让受助家庭折纸莲花，赚取生活费。我们从事殡葬业，很多家属都会很忙，甚至没有办法来拜饭啊，没有办法来折纸啊，所以我们就又能提供这些个案的话，他们在家可以折一些小莲花塔，折一些杂类的东西，对，所以的话不是很多钱，可是至少的话，他们每个月至少都有固定的薪资。也许是看到许多贫困家庭在那样的环境中还是坚韧的生活，让陈冠宏更懂得感恩与惜福。他也希望未来能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弱势家庭走出困境。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高雄工商车站周边一直拢是停车的热点。伫今年高雄捷运 RK1 通车以后，边仔违规停车的乱象嘛愈来愈严重，尤其是新庄停车格长期拢互占用，互新庄朋友拢无法度停车。虽然互周边的店家拢看袂落去，也毋过拢无法度解决。来到冈山车站周边的巷道，可以看到已经停满了车，就连身障车格也被塞爆占用。许多身障朋友来到这边想要采买或是搭车，都无处可停，就连周边的店家都快看不下去。我迄头阮也做无啊，迄少年好搞去，我讲，若有船袂上停，这残障车位，伊嘛是停得掉。所以你讲家家刷走互因停是不是？啊，刷互因停啊，无免啊，无免啦，无落啊，因真正要找位。这个情况已经持续许久，前几个月原先只有1个的身障车位变成了2个，但好像没有有效的解决问题，只是让违规占用的情况变成了双倍。我的右手这边是那个残障车格，就是给身障人士使用的，原本只有1格，但是因为违停的太严重了，然后都是一些那个身体健康的人士停放摩托车或电动车，然后呢，某个民代又再多画了1格，但是还是违停。残障车格每天都被占据违停。对，我不会停残障车位，然后也不要去停那种餐厅的之类的。你看那边汽车也有很多空位，对啊，我觉得机车的话是不够的，汽车的话有点太多了。这里本来就是火车站周边，加上捷运 RK1 通车，所以停车的需求不断升高。有民众表示，可能是这里的车位不足，才导致违停状况频传。但是来到车站前方的收费停车场，空间却还是相当多。其实寿天派出所也有加强取缔开单，我的邻居就收到3张罚单，然后1张600， 3张1800。那你被罚了3张罚单1800，你为什么不1天40块，然后去停收费车格？也省很多啊。警方会持续加强周遭巡守，如有发现违规停车，经劝导未予改善，警方将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相关规定，自单举发。
高雄捷运RK1的开通，逐渐为地方注入新的人潮，但伴随而来的交通问题却令人头痛。除了民众要发挥公德心，可能也需要在谨慎规划车格，并配合强力执法，才有机会减缓状况。记者苏安君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9月1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顺怀，咱再会。